大家好啊！呢度係中山紅御一品嘅頂級豪宅啊，3.35米嘅層高啊，南北對流，140方嘅3房2廳2衛啊。呢個餐廳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過嚟咧，呢邊係我哋嘅廚房啦。呢度係無坯交付嘅，呢個係創意嘅板房設計。跟住樓下前面度咧就係中山站啦。跟住呢邊咧就可以睇到客廳係非常之通風透氣嘅，南北對流嘅一個佈局。跟住過嚟呢邊就係休息區啦，做咗一個大3房嘅設計，3+1房啊。首先呢邊係一個書房，跟住前邊咧有2個房間呵。雙主套一個設計，呢個係一個公主房或者兒童房啦。喺房間啊都可以睇得到你細路仔返學嘅學校，樓下就係豪圖中學啦。咁跟住過嚟咧，呢邊左手邊係一個公共衞生間啦，3段式嘅乾濕分離啦。公共衞生間都可以做到一個小嘅浴缸嘅，空間感咧係非常之唔錯嘅。OK， 最後睇一睇我哋嘅主人房啦。主人房啊都可以做到一個南北對流嘅，飄窗咧都已經係敲掉咗個加固方式啦。咁跟住過嚟啊，衣帽間同埋一個主套間，打開窗咧都可以通風噶啦。呢個衣帽即係呢個衣帽間同衞生間嘅位置咧都係朝北呢邊嘅，主人房係朝南嗰邊嘅，都有做得到防浴缸嘅空間啦。OK， 呢期嘅視頻咧睇到呢度就 OK 啦，睇晒啦。如果有興趣咧喺中山接嘅話，可以私信我。